你好呀，你小手报警。有人拿到本人口了，那人跑掉了。他如果失出意识，他是不是他的衣服了？哎，这个鞋呢，是男的嘞。上面一圈痕迹，然后下面是成条状的。他的目标太精确了，感觉对这个家里面好像很熟悉的样子。我在哪里啊？他在大腿这里，这里最严重。来，老蒋，老蒋，抬一下。这刀都有点弯了哦。我建议做一个侦查实验。这个罗翔已经出来了。10月8号他就在这个口子这里来，9号是14点出来的。就在家里搜查。开门。好了。别动！你知道找你什么事吗？还有一个，这什么东西？抢个钱出来！昨天我走了以后，你就给他打电话，通风报信。我那天脑袋懵。他允许你骗？